唱拢，我搁予你最后的机会。当然我嘛知影你话讲的话，你只不过是想要看我，你根本不敢讲这个时阵，你敢讲啥物？你敢讲啥物？想袂搁讲你啊，这该是咱最后的见面。我想你应该心内有数，你不讲话袂要紧，我嘛会使装作无所谓。结束好是你约我的，是安怎你拢讲话？你若不讲，我袂来坠落。我搁予你最后的机会。当然我嘛知影你袂讲的话，你只不过是想要看我，你根本不敢讲这个时阵，你敢讲啥物？你敢讲啥物？想你应该心内有数，你不讲话袂要紧，我嘛会使装作无所谓。我看咱着安尼点来结束啦。来结束。